观众朋友，今日个好么？欢迎收看福起来，我阿明哥刘浩明。屏东县竹田乡经过6年的一个努力后，在我哋2022年的时候得到我哋意大利国际漫赏的一个认证，同时嘛喺我哋屏东县第一个国际的漫赏。其实讲到我哋咧竹田乡吼，伊唔单止係一個有客家風味的一個市鎮嘅，同時伊嘛有幾多幾好物產。你今日邀請到來賓係我哋咧竹田鄉農會嘅總師承總幹事。我哋請伊來到我哋現場同你分享過，到底竹田有乜嘅好老料，同時竹田嘅農產品係乜嘅咁嘛？歡迎我哋咧總幹事來到現場，總幹事你好。主持人好，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竹田農會嘅總幹事張志成。總師承總幹事，即係其實來到我哋現場，我都發現到講，我哋總幹事幾年輕嘅。總幹事以前係一直都係從事農業係咪？係，我係喺竹田鄉嘅生意咧，我也係喺客家莊來長大嘅，喺求學多見咧，也係喺客莊咧來工作。我喺父母親咧係喺從事農務工作嘅啲農民，我係農家子弟，當兵退伍以後，我有短暫嘅嚟從事農業嘅工作。由於有啲機會咧，能夠幫我去到農會來服務，當然擔任到我哋總幹事嘅工作。我認為知識嘅補充係我哋對其他工作嘅個負責任嘅態度啦。我喺2018年，又喺5年前咧，喺屏東科技大學，農企業管理咧來進修，來學習我哋企業管理嘅一啲專業知識。你即係進到農會以後，雖然講我哋從事可能講農業推廣啦，農業服務嘅部分，你即係認為講，你即係本地係啲農業主體也為一啲出身，對你後來去農會有影響？有，我喺農會咧已經進入第33年嘅年頭嘅。我哋一次咧當喺推廣部、日本工商部咧來服務。推廣有啲部門咧就係同農民咧有直接性咧第一線嘅接觸，所以咧我係農民咧，我係農家子弟，農民咧辛苦辛勞辛酸，我能夠了解。我去基層做起，做到主任，做到總幹事。33年來，真是做多事情。做到總幹事，我而家工作我而家工作內容咧，就係總理所有農會嘅一啲事務，不管係農業金融、農業保險、農業推廣，甚至於咧農產品咧一啲推廣，地方上咧一啲文化活動咧，我哋努力去推動嘅。但是你看33年來，你對主任開始做到嘅總幹事，你看呐，你這個唔單止做農業嘅一啲事情，同時嘛做變成一啲文化嘅事情。因為頭先我哋有講到，其實我哋咧竹田係一啲客家各有客家味嘅地方嘛。但同時其實我哋廣東人會誤會到講，屏東嘅內蒙舊義，其實竹田嘅內蒙嘛佢有名嘅。你咪同我哋觀眾朋友紹介一下，用下機會紹介一下屏東嘅竹田嘅內蒙好冇？屏東嘅內蒙山區咧，大部分喺屏北地區啦，舊義、離港、果樹啦，我哋竹田鄉咧也係山區之一。我哋種植面積咧，我哋內蒙面積有120公頃。最主要咧都係我哋農民咧，該用心、該認真。我哋有90%嘅面積咧，都係內蒙咧，都係三受利率認證過嘅。我說我哋竹田咧早期喺30年前咧，我哋栽培嘅方式咧，都同屏北地區冇共樣。我哋用支架栽培，都搭內蒙膠嘅。搭內蒙膠嘅內蒙咧，有乜好處咧？就係產量高、好管理，特別係品質過好。我說我哋竹田嘅內蒙咧係皮薄、汁多、香氣足。
也都係我哋竹田雷夢嘅一個特色。因为头中我哋总管是有讲到讲一件因为最重要的事情哈，产销履历，好产销履历一件事情。但是其实要做产销履历冇咁简单，好，因为对一开始下一种开始下死皮啦，冇嗰個時間，乜個東西都登記，幾時間我愛家庭愛行一條安難的路咯。因為時代喺變啦，嗬，我哋一本社會咋，佢安心嚟買嘅咧雷夢咧，哦，而嚟嚟生嘅咧雷夢就要有哦評論我哋時代咧行。產銷履歷認證就係本他家人放心買我哋雷夢，哦，比如說有雷夢咧，哦出嚟他家人嚟買，因為要經過認證咧，雷夢咧就係品質過好。冇錯。從頭到我哋咧，總管是都講嘅，其實更加聽到我哋咧消費嘅進步哦，更加乜嘢托東西，唔單止都講便宜啊，如何，其實我個要求講，而個產品係咪合乎到規定，同時講係咪安全。嗰時佢特別都講，我哋咧竹田鄉哦，而即間我認為講，有啲內幕嘅部分，其實係佢歸拿出來，而即間我感覺佢傻批嘅事情。嗰時我亦同我哋咧國內咧專門做點心嘅大廠嗬，去合作嘅一啲我哋咧楓糖內幕嘅一啲口味，有啲點心咯，一推出來以後賣搶搶。或者像我哋咧總幹事哦，當初我想要用呢個方法推廣我哋咧內幕。3年前啦，嗬。有講起3年前，喺2020年，哦，之前我哋判過連續判3年咧，雷夢節嘅活動啦，來推廣我哋竹田嘅雷夢，啊，順勢推廣我哋竹田嘅文化，啊，又向我哋咧合委會咧，哦，又來申請補助，希望我哋喺推廣我哋雷夢，特別推廣我哋客家文化，同時咧，係咪可以來研發我哋咧有關雷夢嘅一啲產品，哦，啊，接下來我哋都可以積極來同呢位哦，唔能講嘅食品大廠嚟結合，啊，也佢認同講啊，咁喺雷夢嚟做乖乖咧，對我哋社會大眾咧應該會有接受，啊，嗰個咧睇佢積極嚟接受，經過嗰度擺嘅事實以後咧。哦，都更加咧，喺3月份來推出，啊，我哋都始料未及嗬，啊，推出後咧，我哋也受到社會大眾嘅一啲青睞啦，嗬，啊，在舊年當中咧，2000上都買款嘅，都玩數，哦，而且一部分嗬，至少同我哋廣東朋友講，伊哋咧玩數啊，嗬，我哋佢睇伊啲壓力唔掂啊，因為嗬，因為新聞一出去以後呢。我都幾多天花都打來，你講喂，你同人買啊？嗬，我講我都不一定搶得到入邊，我哋講限量嘅一啲點心嗬，因為有啲點心唔單止講係一啲佢貼喺咧，我哋講楓糖嘅內幕嘅一啲口味，最主要係有啲包裝上面，哦，一包裝上面其實嘛，即係好多我哋竹田嘅一啲客家嘅元素。好，你係咪同我哋廣東朋友睇有紹介下講，一包裝上面到底做乜嘅幾時會使用到？按好嘅一啲客家元素用喺上面咯。因為我哋竹田都客家莊，啊想呢啲乖來推廣我哋嘅雷夢，也唔能單止推廣我哋雷夢，而嚟推廣我哋竹田我哋嘅客家文化。嗰種我哋睇封面嗬，有我哋客家布，客家人咧愛食乖時節。100也乖時間，如果看到我哋客家布，我哋喺正面咧用我哋竹田茶站，用我哋金絲田，哦，我哋背面咧也介紹我哋竹田咧一啲文化啦，嗬，我哋口名叫做吞活，所謂吞活咧，就係我哋口早期咧，哦，我哋竹田咧係一啲美國嘅屯居地啦，嗬，啊，最主要咧我哋咧。跳村、跳地村啦，嗬！太講嘅意思咧，就係我哋口時代，我哋美國嘅出口嘅港口啦，哦！我哋有竹田茶站，不過鐵路加水路咧，哦，都我哋促成我哋竹田經濟嘅脈絡啦，啊！就當我哋咧總歸是有講到跳村，
好，也都喺网络上常会有的讲这个2个字怎么念，好，跳笛。那你咪同我哋观众朋友讲下，跳塔纯係乜嘅意思咯？一跳塔係兩個字係合法啲，我係乜嘅意思啊？跳它跳就会出米嘛，塔都会捏米嘛，跳笛就是出米加一个入米，就是塔米嘅買賣嘅意思嗬，冇錯係。挑米塔米嘅意思啊。佢表示講，以前族田嘅地方真係一啲人講，我偏嘅一啲舊本嘅中心，嗬，出去入去，尤其係當初係我哋咧平農平原，因為有幾套米糧嘛，嗰時米出去同米入口一啲最重要嘅地方，嗰時有人頓活嘅部分。咁從入嚟，我哋設計嘅按好嘅一啲點線出去以後，他個人嘅反應用啊，買人識睇個反應用。嚟講下咧，鳳塘雷蒙橋嘅米乖乖，就係同咧講我嘅啲米絲咧，嗬，啲米絲啦，夠強烈，它可以食得酸酸甜甜啦，嗬，酥脆可口啦，嗬。啊，人都100歲都可以食，因為係咩去都用係咧。哦，喺一般咧奶油乖乖，演出嚟奶油乖乖啦，乜嘅乖乖，也係玉米做嘅。玉米做嘅時節，如果鹽牙齒，可能對老人家對生意咧，嗰個冇係適合。啊，我哋咧老少咸宜，老少咸宜啊，所以咧也把佢推出咧，嚟咧咩？感覺到預料之外啦，嗬，按好買啊咧，也感謝我哋社會大眾對我哋嘅愛護啊。你相同我哋咧，總歸是講嘅，其實有啲新嘅上面推出以後，唔單止去推銷嘅我哋咧族田嘅內幕，還有我哋族田嘅一啲內容嘅客家元素，同時我真係把好嘅產品推過我哋嘅消費者。休息下喎，等下我哋賣嗰度國情菜故事。翻過來，福起來嘅。上到節目，我哋族田鄉農會嘅總師承總幹事來到我哋現場，同我哋分享講一啲農會推廣嘅一啲事情。但是嗬，講到族田嗬，頭先我哋喺節目地方，我哋有講到講，有啲內蒙啦，還有我哋客家嘅啲風情觀念。但是其實嗬，他個人可能唔提講，其實喺我哋族田嗬，喺我哋嘅文心蘭。我哋溫馨蘭一啲切法歸太重嘅出口嘅地方，啊有部分嘅事情我哋請問我哋總幹事同人講一下講，其實做乜我聽我哋咧嘅族田嚟講話，喺我哋咧溫馨蘭一啲歸太重嘅切法嘅出口嘅地方咯。也有啲30多年前講起嚇，其實我族田咧以前嗰度花農嚇，我種埋一類鄉橄欖我哋講長菖蒲啦嚇，一路有錯花類。哦，玫瑰啦，哦，那個百合啦，後來呢，一到花圃呢，喺旁邊喺我哋嘅市場上呢，慢慢的式微以後呢，那它就轉種呢，就轉作到溫馨蘭。我溫馨蘭呢，種植呢門檻過高，因為要實施，所以投資呢那個資金呢，哦過高。啊，唔過也產值嗰個，啊主要我哋溫馨蘭咧都係按外銷日本，90%咧都外銷日本。我哋族田農會咧喺1994年嘅時節咧，來同用貿易商合作來外銷日本，打開啊嘅外銷市場以後咧，我哋新手品咧，聽到咧腳步咧來外銷日本做下溫馨蘭。我上日本咧，伊啲產業，一直多見已經27、8年咧，都冇，已經多27、8年，多見辦，現代進行式把啲我上日本。等於有一啲標準嘅一啲日本市場以後，其實對於我哋嘅當地嘅農民來講話，有啲有一啲我哋講生產嘅一啲保障嘅嘛。咁因為其實今年來帶來嘅地方，除咗我哋嘅溫馨蘭以外，其實我哋係看到
佢形態嘅伊啲蘭花種，係咪同我哋觀眾朋友紹介一下講，佢咩有乜上嘅地方有乜嘅蘭花？因為看到嘅嗬，有黃色嘅文心蘭嗬，紅嘅叫做聖藥蘭、聖藥蘭，啊個我哋有前胎、彎胎，彎帶蘭、聖藥蘭。咁有部分係啲藝人講，除咗藝人文心蘭以外，藝人咧種田慢慢陸陸續續有培養出無窮樣，但是如果有市場競爭力嘅啲花種係咪？因為文心蘭如伊做起，一品種就蘭溪啊吼，又如泰國種，又如熱帶花卉啦。啊後來咧，大家鏡頭看到嘅又如係檸檬綠，又如日本種，日本人研發咧。又如為溫帶個溫帶花卉啦吼，啊溫帶花卉，然後呢，可能偏東地區呢，喺種嘅時間，比較品質可能更還好。然後呢，我哋農民呢，就會轉，農民轉到個價，都轉呢係聖藥蘭，其他人看到嘅我們聖藥蘭啊，啊不我哋。聖藥蘭嚟外銷日本，也受到日本市場嘅喜愛啦，嗬。啊，嗰我哋咧前推蘭、彎推蘭都係喺國內市場咧，也係喺國內市場市佔率也會高啊。唔錯，唔錯，係因為嗬，其實我哋過年過節嘅時間，彎帶蘭、千帶蘭，嗬，其實喺我哋做細型嘅盆栽啦，嗬，插花啦，嗬，嗰度其實嗰種認為常用嘅一啲算是一種花種啦，嗬。嗰種其實像花卉有部分嘅一啲市場，其實喺族群來講嘅話，而算是一啲幾大嘅經濟作物。係，也種嘅面積冇幾多，不過也產值幾高，可能。一分田呢，0.1公頃呢可以創造30-40萬的一個產值啦，嗬。啊，不過而家栽培嘅技術啦，門檻也過高，也如嘅，嗰種嗰種農民呢，想要產品呢，不過伊也考慮到，伊係沒有嗰啲技術，伊係沒有嗰啲資金來投入，都過。但係黑花講個更嚴重，安尼啦。我唔錯，就是個更嚴重。但是同時個更嚴重嘅意思嘛，係比如講，也要競爭嘅人冇咁多。因為像以前咧，人哋講譬如一些花種嚟講嘅話，其實喺啲地方嘛會有種，嘛可以種好嘅時間，喺市場上面都會有競爭。但是個更嚴重嘅時間咧，真係一方面係人哋講自己嘅門檻，一方面係人哋嘅技術，嗰時就變成講可以攞一片。競爭嘅人都冇咁多嘅，但是同時其實喺族田一出油來喺我哋族對地方最重要嘅嘢，我哋講做體育啦、釀造嘅地方。呀部分我想請問一下我哋嘅總幹事族田其實我依家經驗真係出嚟幾多有嗰個有名嘅一種體育嘅工廠，係咪同我哋廣東人紹介一下講，更加俾我哋族田嘅一啲釀造產業更加會前行？我哋客家莊都係有釀造嘅一啲基因在。客家人咧佢會釀造，我哋所知，我哋嘅知名嘅體廠咧，我哋萬家鄉，伊也係我哋族田出身嘅。後來有我哋咧體育班，體育班咧都係行一啲咧文創風啦，也佢會賣啦，也做餅。叫做冰淇淋，按叫你嘅糖講咧，有啲研發嘅意大利嘅冰淇淋加豆油，大家呢敬請期待啦，當然族田也唔單止一樣嘅，話有我哋台田啦、灣景豆油也可以有收，可以有質，不過我哋當時豆油，有各種品牌咧，大家呢觀眾朋友來到族田。也可以嚟買啲伴手禮啦，也喺地方伴手禮。像頭先總幹事你一講嘅係啦，其實如果我幫人台灣嘅體育歷史，我都講係一般嘅。你頭先講嘅天地，萬家鄉，人哋傳統談到嘅一家行肉。你對台灣嘅一啲體育嘅一啲最有名嘅一啲歷史，其實都係人哋台屏東嘅一啲最有名嘅體育創作。
那同时其实也经验，真是做俺的呢创新研发的体育吧，哈，你头头讲俺哋啦，你那边有剧透的喏，你等于讲把呀个秘密都先你讲，他个也讲出来。因为啊，伊制作的意式的冰淇淋制作的，不停系浓皮夹边，浓皮夹边。嘿，其实我哋总干事吼，头头已经把一件事情讲出来。嗰时候台湾海外吼，真是来一片的事情吼，因为嗰时就鬼有名，你讲啊，一片有啲跳油的冰淇淋嘛，吼。但是今日我有啲跳油的一泰的冰淇淋，他讲你一天来试看看啦。嗰当时头头伊嘛讲到讲啊，啲点心啦，吼，嗰有名嘅跳油，还有啊啲咧或者其他嘅叫跳油厂。其实，如果真是係有安尼历史，然後有安尼的創作，嗰就從而家以農飛來講嘅話，從釀造一部分算是農飛嘅，算是從他個人推社會的範圍。其實農飛呢，嗬，同釀造是講冇乜嘅關聯，因為農飛呢係一個如管理農業啦，嗬，農業方面農產品啦，哦，都同人相關啦，嗬。啊，其實我昨天呢，我哋參加農會係農昨天上嘅一份子，所有嘅產品，所有嘅如係我哋也有咧責任啦，嗬。所以昨天嘅產品，我哋有咧責任咧，來去推廣啦。係啊，如像我哋咧做嗰時講嘅，其實雖然講跳油嗬唔使農會嚟講嘅啦，嗬，而這個反正這個嘛。我哋講生意嘛佢好，但是農飛吼唔單止真係都對農業嘅推廣有關。其實點解講做天祥農飛唔單止做嗰些農業嘅事情，其實嘛做我哋推廣我哋咧做天祥啦、大大細細啊，有關於農業嘅事情，一路會插一數吼。所以同我哋節目一開始嘅時候都講到，其實我哋咧做天係我哋咧意大利嘅國際漫上嘅認證嘛吼。咁一部分嘅認證咧長途行到哪呀？因為國際漫場吼，喺度我哋前向莊啦吼，我哋昨天向前向莊、富民鄉來推動嘅啦吼。啊，當時間呢，伊嘛邀請農飛呢做一個推動委員啦吼，推動委員。啊，我哋提出幾多嘅建議吼，幾個對於農業方面嘅建議吼。啊，經過呢，我哋意大利國際漫場組織的一個認證，啊，我哋農飛呢會做乜嘅咩會有咧？鳳堂、檸檬乖乖，就係同我哋咧，漫場認證咧人員咧來做咧相呼應啦，嗬。啊，順勢來推動我哋嘅漫場，來到昨天慢行、慢遊、慢食，慢慢嚟欣賞昨天咧風景風光。嘅同時咧，也係有需要乜個伴手禮咧，伴手禮。農場啊，喺我哋客家講農場嘅當場，來可以顯得我哋咧嚟鳳堂嚟먹미嘅米乖乖。跟土豆講，如買係人見，咁是個做出節目出來，我哋啲觀眾朋友睇到我哋昨天買唔到，我哋搶嘢打電話去本總幹事啊。我哋同主持人報告好，我哋睇講睇6月，出可能嚟要推出第一批咧。推出天一皮，冇強我口味，還是講強我口味，但是天一皮。強我口味天一皮。嗰時第二你講，海辦我哋啲觀眾朋友，因為我哋啲總幹事嘅推薦，去到我哋啲昨天以後，真是可以買到有農場地步，有一位我哋啲鳳堂檸檬嘅一啲點心。一定有，一天會一批一批來推出啦，啊，因為我哋同乖乖公司呢，喺契約嘅時間呢。如講至少呢要2000箱，啊乖乖公司也冇可能能做我哋昨天嘅係，也有幾多嗰個時間咧，啲擺呢可能要擺到6月，那有法度再推出第幾批咧，鳳堂嘅檸檬米嘅乖乖啦。嗰啲觀眾朋友，嗰種有限嘅話，來到我哋昨天嘅時間，唔單止可以去留了昨天嘅佢睇嘅地方，同時嘛可以把入位佢貼片嘅夢想帶過去哦。休息下，我哋咪嗰度講精彩故事。
翻过来，福起来耶！上档节目，我哋竹田乡农批总市城总干事来到了现场，同我分享讲竹田嗰特别的一啲农特产。我想请问一下我哋总干事，因为头头以前去讲，我哋呢观众朋友可以到我哋竹田来聊聊嘛，吼，各种啦，吼，因为其实更加好，我哋讲台湾的黑熟嘅部分啦，问题几大。各种讲啊，今日来到我哋竹田有一啲良业亚嘅一啲。算是生理行来讲嘅话，好，你係咪同我哋观众先讲一下讲？第一，你可以去哪聊？第二，你可以去哪吃？第三，你可以买乜嘅？竹田火车站一出来都有一間民宿，雖然竹田嘅民宿唔多，我想呢，喺竹田嘅觀光係有做起嘅時節，我覺得原來投入也民宿嘅一啲產業啦，講到竹田當然好聊咯，喺竹田火車站，就係我哋呢關於木造嘅一啲棧房，木造嘅棧房，喺日本時呢，古色古香啦，出得大家原來看看啦，老還有我哋啲田氏花園咧休閒農場，佢嗰啲嗰度我哋啲溫馨啦、灣推啦，還有聖耀啦，攏睇嘅，還有影視嘅拍攝嘅一啲樣式嗰度咧後生朋友咧攏會睇一啲婚宴，所以啲婚宴場所幾好嘅一啲地方啦。當然還有我哋咧，還有去腳踏車嘅朋友咧，我哋有兩個單車道，一啲路係單車國道，一啲係單車鐵道，沿路嘅風景咧，攏唔會差，來看我哋竹田，慢慢嚟來看我哋竹田嘅風景，當然我哋竹田咧還有乜嘅咯，還有金絲田，客家精神嘅一啲，人講石獅金絲金絲石獅嘅一啲金絲田也可以大家朋友咧，我哋咧觀光客咧也可以來欣賞一下我哋金絲田我還有我哋客家文物館，我哋忠義祠也可以來我哋留一條路係我哋客家人嘅一啲文化啦，客家人有一條地方喺中間安賣，當然我哋講有提起我哋咧鳳塘梨木嘅乖咧，都係我哋所選啦，當然話要我哋跳搖啦，一條跳搖攏可以帶回去咧，你講自用送禮咧兩相宜你真是講好了講，良業伊真是搞唔起咧，因為你看，頭當我哋總幹事講喺度嘅路場地方，又有文化類嘅，又有自然嘅，嗰種你去叫他慢慢嚟行，又可以，可是真是竹田良業伊真是搞唔起咧。當然慢食慢下，慢慢嚟欣賞，良業都好啦，呢啲做現象，應該出得大家人來了。冇錯。像一更加好我哋其實幾多年輕人其實希望講有啲機會可以歸到我哋嘅鄉下。咁一部分嘅話，咁講今年我哋咧有年輕人想要歸到我哋嘅竹田鄉，咁一部分農會亦可以有乜嘅特殊嘅地方。我哋叫政府有推的，搶人返鄉從農嘅一個計劃啦，我哋農會咧係我哋農民咧嘅好朋友。只要我哋咧後生朋友咧，有愛想嚟返鄉從農嚟工作嘅話，不管你愛發揮也好，愛歌書也好，愛水土插秧也好，只要唔睇有技術上嘅問題，也算你土地嘅取得，種苗嘅取得，也算自己嘅取得，也算以後咧生產出嚟農產品嘅行銷方面。農會咧，攏會來去幫忙，喺農會幫忙唔到嘅，我哋可以請我哋啲專家咧，嚟同啲後生朋友咧嚟合作。最主要咧，我哋後生朋友即家咧，要用心，要認真，要達標，結果能夠過好啦。一部分糖度以後，我都發現到講，真是今家嘅農會做嘅事情，真是歸全面、歸完整。因為頭先我哋想到講，可能技術的一啲天數啦，比如從農嘅話，唔曉得嘅地方可能會搞。冇想到講，其實
土地啊部分，因为佢做起嗰度人歸來以後，這個冇土地嘅，真係冇辦法顧啦。咁種有土地嘅，嗬，嗰度算你，這個冇土地冇顧啦。咁創業部分一樣係天數嘅。我哋咯，當然我哋農田，我對農田呢，對我哋竹田鄉嘅農田已經幾了解。我哋有啲農田員學，專門農田，有農民嚟做農田，可以嚟上我哋咧農田員學。有人要做農田，可以透過我哋農田嚟媒介啦，嚟媒介嚟介紹，所以咧我哋農田咧可以提點天數媒介嚟主要農田。我發現也真係啲幾好嘅我哋講啲方法，因為講其實講我哋而家嘅農田嚟講，我發現有幾多嘅農夫其實一直係老嘅，而冇辦法嚟耕田嘅。但是呢，唔講伊漂本人。唔認識的人啊嘛，唔放心嘛，唔提供以為都來做乜事情。嗰時佢變成更加有一啲個公正的一啲中間的單位，嚇，唔單止講，譬如講可能有農田，嚇，我想要做乜嘢，但是我又唔適宜，嚇，冇得講嘛，冇一啲地方可以簽，嗰時我可以去農田去登記，嚇，嗰個我哋咧年輕人想要歸到我哋咧村莊以後，但是伊想嘛簽一塊地嘅話，伊嘛可以利用一個平台。去簽到一個適合嘅一塊地，咁同時因為你頭先嘛有講到技術的問題，因為技術的意思講，我頭講嗰種養嘅啦，嗰度冇技術一部分，冇個天數係咪？喺嚟講，以生產當中咧有技術的問題，所以有管理的問題嘅時間，攏可以來同農會，農會咧一定要去幫忙，農會咧喺冇得幫忙咧，我哋有個請專家。我哋改良廠啦，喺度專家冇咯，屏東科技大學嘅專門嘅專家咧來提天數，這是都像我哋咧總幹事講嘅嗬，而家年輕人其實真想要過去從事我哋農業嘅話，都帶一啲心，帶一啲想要真正認真做事嘅心來講，其實我哋嘅農會如果提天數好，土地啦、技術啦、相關嘅協助，如果提準備好。佢像講到更加話，因為佢節目最慢。總管是，你這個對農會嘅未來有乜嘅發展嘅一啲想法？冇得講，而係一啲新嘅一啲做法。我想，因為疫情嘅關係，我哋2年冇辦有嘅雷蒙節嘅發通嘅啦，今年咧也解封嘅，我想咧還是要繼續來推動我哋地方嘅農產品啦。尤其雷蒙節咧，可能我哋會接下來辦理。講到當然啦，推廣我哋雷蒙，嘛係推廣我哋嘅竹田，嘛係推廣我哋嘅客家文化。我哋唔能都單純咧都推廣我哋農產品啦。因為有產業，有文化，那會有觀光。冇產業，冇文化，唔會有觀光客。我來竹田做乜嘅？我哋嗰度有冇講啊？所謂產業文化，所謂文化產業啦，產業文化跟文化產業有乜嘅唔同樣？產業文化咧，將呢啲產業咧變成一啲文化。經典咧，就係我哋黑尾遺跡，屏東嘅黑尾遺跡已經20多年咧，已經而家變成一啲文化，文化產業咧，就係我哋按叫咱結束嘅大甲嘅鎮瀾宮嘅9天8夜繞境活動，一所創作出來嘅產生咧，據報道啦，報道咧有30億以上嘅產生，周邊嘅商家咧也係受惠者啦，所以咧我感覺到還是重申有產業、有文化，然後有觀光。咁下一擺係咪會重新會有安尼嘅文化同產業，我哋客家文化、竹田產業去做結合嘅一啲，算是一啲理念咯。所以咧，我哋而家農會咧也繼續嚟推廣入嘅雷蒙嘅雷蒙節嘅活動啦，我感覺到我哋都做，所謂不管我哋不但愛嚟推廣嘅雷蒙啦，係推廣竹田，推廣我哋嘅文化，本我哋推廣我哋菜地嘅一啲產業，也都係我哋嘅責任，也係我哋嘅使命。
想睇節目嘅體育團吼，我哋喺中國師傅講到講起，啊對於這個本身嘛係對農業嘅主題，同務農嘅主題，一直到我哋呢邊我哋農地對於我哋基層開始做起，一直到而家30多年嘅吼。咁一段嘅時間地步，你這個有影響過什麼一種？你這個服務過啦，冇得講，你這個影響過什麼一啲可能講朋友啦，冇啲乜個事情？講到一係個講過去更加我哋1994年嘅時節，來退休嘅回心蘭咧，一個切法我喺時候到日本啊，我呀一出去嚟都見27、8年，更加完全我喺時候啦，吼，呀，但13年咧，要超過20年咧，嗰時候，冇簡單，嗰時候冇簡單，嗰時候係感覺，以前我哋退休回心蘭，嗰時候日本，感覺俾我哋咧。感覺我哋做田農夫咧，對農民咧，係一啲佢睇幫助啦，吼，改善咧嗰度農民咧一啲生活。咁幾時節吼去接觸到我哋日本市場嘅時節，係透過乜嘅方法去接觸到日本嘅市場？貿易商，貿易商，貿易商，因為貿易商咧，與我哋農夫對貿易我哋唔懂。我樣去日本我哋都唔知，我樣檢驗我哋也唔知，我樣報告我哋也唔知。我所透過貿易商，當然啦，錢都不言傳啦。冇錯，咁但係我哋講，其實日本嘅市場幾嚴條，有時係啲規矩幾多。咁後來係花一段時間，那慢慢的真是幾穩定咧去供應到日本嘅市場。其實當然，他講講日本嘅幾嚴條啦，同唔同係宣證，所謂宣證都係你평從係一定要宣證。一宣證咧品質，也偏差數面，如果短，我說咧一直在研究，研究呀保鮮液，保鮮，保也偏差數面，一路我哋喺當中咧，嚟克服嘅啲問題啦。其實農會喺我哋農業嘅發展嘅過程裏邊，其實係一個最重要嘅一個角色。唔單止喺過以前喺聽說我哋農民更加，我希望講我哋啲年輕人歸到我哋農村地步，嘛可以透過我哋農會嘅聽說，可以睇我哋歸到我哋農村以後，可以改革嘅樂福。咁樣感謝我哋總幹事來到嚟香港同分享到農會嘅故事。多謝主持人，多謝我哋觀眾朋友。有閒來做田料，休息下喎，得聽下啲先生來強化運動哦。我跟福起來嘅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